打機真係一個幾好玩嘅東西嚟嘅，我都覺得。因為咧打機咧，你係會不斷咁見到一啲任務啦、一啲小嘅目標啦，俾你去追。咁嗰啲目標咧，通常都係只係花你可能10分鐘、8分鐘、幾分鐘，咁你就會做到。咁當一啲小目標咧砌埋之後咧，又會成為一個大嘅目標去完成喎。咁咧又會攞啲大嘅去獎勵啦，令你更加開心咁樣。呢一樣嘢咧，其實擺翻落人生入邊咧，其實都可以應用㗎。只係你唔察覺自己生活入邊其實有一啲細嘅目標喺身邊，即係唔會有個顯示屏話俾你聽啊，你完成咗個細目標啦咁樣。你細心啲諗下，如果你想減肥，其實你每一天去食少一啲嘢，你已經係一啲成就去解鎖嚟㗎啦。所以如果你揾到一啲大目標，然後拆開一啲成為每一天嘅細目標嘅話呢，你會覺得每一日都覺得好有意思同埋有方向嘅。今日講住咁多，多謝你，拜拜。